北美院线联盟 Exhibitor Relations 今天表示，科幻新片《艾丽塔：战斗天使》在4天的周末假期称霸北美票房排行榜，海捞3350万美元，新台币10亿3850万元。法新社报道，由20世纪福斯出品，背景设定在未来，艾丽塔：战斗天使 （Alita: Battle Angel） 改编自日本漫画《冲梦》，找来女星罗莎莎拉萨 （Rosa Salazar） 演出比机器人更有人性的生化人艾丽塔。这部电影由罗德里格斯 （Robert Rodriguez） 执导。詹姆斯·科麦隆 （James Cameron） 监制，历时20年制作，耗资1亿7000万美元。上周冠军片《乐高玩电影2 The Lego Movie 2 The Second Part》掉到第2，估计在总统日周末为华纳兄弟 （Warner Brothers） 带来2780万美元。排名第3的是华纳兄弟出品的《好不浪漫》（Isn't It Romantic）， 收入1660万美元。第4名是派拉蒙影业 （Paramount） 的《倾听男人心》（What Men Want），4天总票房达1220万美元。第5名是环球影业 （Universal） 发行的。祝你忌日快乐 ，Happy Death Day 2U， 进账1100万美元，成功回收900万美元制作成本。第6到第10名的电影依序为《酷寒杀手》（Cold Pursuit） 690万美元，活个精彩 （The Upside） 650万美元，异列 （Glass） 460万美元，诡异 （The Prodigy） 370万美元，幸福绿皮书 （Green Book） 350万美元。中央社